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语黑白讲第8集。我是小张。伫咱闽南语内底，若要讲一个人力头无够把，无耐操，无动头，咱就会讲这个人真无看板。看板这两字安怎写？另外，伫《道德经》内底有一句大器晚成，但是《道德经》出土的有3种的版本，用的字拢无共款。今仔日咱就用闽南语甲甲骨文的角度来讨论这句话到底安怎读。大器晚成这句话，最近伫咱台湾的闽南语界，真侪人拢在讨论，但是大部分的人拢唔知影，原来这件代志是去互我小张甲拉起来的。安怎讲？旧年2023年12月初，我伫自说自话的总裁这个频道去看到这支影片，内底就在讲大器晚成的3种的版本。迄阵我直接的反应，就感觉讲这3句话，来用台湾闽南语来甲读，3句拢共音。我甲这件代志分享伫 Facebook 的社团内底，去互陈博士看到。自从迄摆了后，陈博士连续做几落支的影片，拢在讲即句大器晚成的代志。但是伊毋捌讲着我，伊拢当作是伊家己的研究，在甲别人讲。无要紧，做伊去讲，我无甲伊计较。一开始，咱先来探讨一个真要紧的问题：是安怎甲骨文的研究拢用国语？凡世咱的祖先在写甲骨文的时阵，拢毋是讲国语。那安尼的话者，用国语来研究甲骨文，是毋是真无合理？咱来看这张图，这就是免费的免的字形演变。咱来甲看卖，到底是毋是有啥物款的误会？咱即摆做伙来看经文的第一字，写作安尼。下骹这个部分是一个人的形体，看甲真清楚。顶头这个部分，专家拢讲是无仔。这字免，若已经包含无仔，是安怎就要另外设计这个字？这字嘛读作免，你敢会使讲是无仔顶悬，搁读无仔？咱的祖先敢有影才爱滴无仔？咱即马就来看第2顶无仔的这字免的字形演变。两边比对了后，就会发觉讲，原来伫甲骨文甲金文内底，两字是一模一样。那安尼，咱就知影倒边这字免才是正字。但是咱即马读的音，拢是正边这字免的音。咱今仔日的工课，就是要用台湾闽南语来研究甲骨文，看是毋是有法度，甲倒边这字免的上高音甲找出来。是安怎就要用闽南语？因为真有可能，甲骨文的创作者，就是闽南语的使用者。是安怎安尼讲？到底是毋是有道理？咱甲看落就会了解。要讲看板进前，咱就要为这字看手的看开始讲起。说文解字内底写印前也，讲文的解说是印也、慢也、连也，写作同义连词，看印、看慢、看连。其中这个看慢，就是咱今仔日要讲的主题。来讲一个例句，我一个朋友生做肥卵啊，有一摆甲阮去爬山，才行无20分钟就鼻鼻喘，真侪人都甲笑。你安尼7少年8少年，才无看板，看板就是安尼用法。这字板抑阁有啥物款的用法？咱宝岛歌王洪英凤的这条满仙图，相信老一辈的大家拢捌听过。另外，女朋友若变心要对人走，你想要挽回，就真困难啊。我以前读高中的时阵，逐工拢会经过树林的文林路，伫真华中正路口迄节，真侪搭拢在共挽面，即马毋知影阁有啊无？这字板
将手将慢，这个音就读作慢。讲到这个所在，各位观众朋友一定有3个问题要甲小张问。第一，这个字敢毋是读作免费、免钱、免紧张的免，是安怎你甲读作慢？第二，看甲慢是同义连词，拢是引前的意思。那安尼，甲日头饱无饱，有耐操无耐操，有动头无动头，有啥物关系？这爱讲互清楚。第三，将日的这字慢，到底是毋是读作慢？所有的答案拢爱为这字讲起。这个字，咱即摆拢读作免紧张的免。若要知影上古音，咱就爱用甲骨文来讨论。伫这个甲骨文内底，咱看甲真清楚，有一个人跪伫土骹，表示伊就是奴隶。这个奴隶的头壳顶有一个网仔，甲塑掉咧，方便控制。这个网仔有塑了真红无？无真红，敢若咸的字意。若伤红，人就会死。人若死，就无计数啊。这字咸的文音就是含，包含的含，含苞待放的含。所以这个字并望含切，望含慢，就是安尼读。红色的部分代表声母，蓝色的部分代表韵母。跪伫土骹的这个奴隶，一定想要亮，一定想要逃走。这个时阵，主人就会用手，甲伊头壳顶的网仔甲牵来，牵若袂振动，就用挽的。挽就是搁较出力的牵。伫古早是农业社会，咱若要做田，就爱靠牛的帮忙。牛的鼻仔因为互咱牵掉咧，所以咱若振动，牛就爱对咧振动。但是牛有当时啊嘛会忝，嘛会使性地。这个时阵，咱就爱用挽的。牛的鼻仔若互咱挽掉咧，伊无法度，就爱继续振动。所以咱若得讲一个人真有牵挽，意思就是得讲这个人像这只牛共款，真有力头，无大紧真够动。重点是真有动头的意思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的上古音应该安怎读。说文解字内底讲木叶，这字木其实就是日头落山的迄字木的古早字，将日慢声，这个字就是读作慢。咱来看例句：小张，我生日请你唱歌，结果你敢甲我伤慢来。来，先罚3杯，其他拢免讲。这个字就是读作慢。这字慢，若做无共款的意思的时阵，就有无共款的读音。这个字若当作迟的意思的时阵，就爱用这两字来切音。这两字拢无好读，我豆啊读。第一字就爱读作压，第二字就爱读作暗，暗棍的暗。切音了后，就爱读作暗。共款，红色的部分是声母。蓝色的部分是韵母，咱即摆就来讲例句。小张，腹肚淡薄仔枵呢，敢要出来食宵夜？袂，逐摆拢遮暗才要食物件，你知影安尼足无健康的无？遮尔暗才来食物件，明仔载你着肥2公斤。啊无你是想要食啥？这个所在就是读作暗。咱即摆就来讲分娩的娩。是安怎读作娩？这个字就是查某人生囡仔的意思。咱即摆来看甲骨文，这个部分就是查某人生囡仔的标准姿势，两只骹都爱开开。这个部分为安尼，就表示是囡仔生出来的所在。因为这个节目有较少年的朋友在看，讲安尼，大家都有法度了解啊。下骹有2只手，就是散步的2只手。伫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：生赢
加州芳、生书、四地芳。四地芳就是棺材的意思。可见伫古早医学无真发达的时阵，生囡仔是一个真凶险的代志，尤其是拄着难产的时阵，无囝拢有性命的危险，拢有可能会死亡。若拄着难产的时阵，产婆就会用两只手甲产道的出口甲编开，这个字读作编，那安尼生产的过程就会顺序。所以这个字并亡编切读作编，要写作现代字也可。继续，咱来讨论这字慢。释文内底写甲真清楚，这个字的音就是爱读野蛮的慢。咱来看甲骨文，顶头一只手，下骹嘛一只手，中这个符号就是人的目睭。咱若用手甲目睭甲按起来，咱就看无啊，就找无方向啊。下骹迄只手伫涂骹乌白乱回，会去摸到啥物物件，咱拢毋知。所以这字慢的意思就是无方向、无目标的意思。用这字慢做字根的字有真侪字，咱今仔日就来讲一字较简单的。这个字中心慢声，咱的心若无一个方向、无一个目标的时阵，做啥物工课、做啥物代志，拢会骹手慢顿，拢会无要无紧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阮兜咧做生意，当有人客会来泡茶。人客若要离开的时阵，阮老爸拢会讲：好，慢行，慢行，后摆有闲才过来泡茶。这个所在的慢行，就是要互人客看看啊视，豆豆啊行的意思。伫这个所在，我要借这个机会，特别感谢甲骨先生。今仔日我讲的甲甲骨文有关系的知识，拢是这位师大甲我指点的。这位师大有官道，搁较有风度，值得咱甲尊敬。咱来讲结论，今仔日咱用甲骨文甲闽南语的角度，甲字的本意甲上古音甲找出来。这句话有3种的版本，这几字咱拄则已经讲甲清清楚楚啊。这句话就应该读作大器晚成。到底哪一个版本才是上古早的版本？各位网友欢迎发表意见，咱会使来讨论。今仔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